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有一位姊妹好感嘆咁同師母講，佢話：哇，最近你同牧師嘅笑容越嚟越燦爛喎，比恩義之星採訪你哋嘅時候更加燦爛咧。師母就笑住回應啦，因為嗰陣時仲未參加恩愛夫婦營啊嘛。另外有一位個牧師，佢參加咗救牧營之後，都好感動咁樣講，佢話傳道人時時將時間同埋心力係奉獻俾弟兄姊妹，但係就忽略咗身邊最親近嘅配偶。呢一次營會，讓我哋能夠放低事工同埋啲細路哥，我哋專心去陪伴對方。我哋重溫咗愛嗰種嘅甜蜜，我好深深體會到，當我哋嘅婚姻被滋潤咗，侍奉就更有力量。呢一三日，我哋嘅身心靈都得到好大嘅滿足。響教牧嘅營會當中，有好多好多咁樣美好嘅見證。從2018年到而家，加拿大加新已經舉辦咗14次嘅教牧營會，我祝福咗126對嘅教牧夫婦。喺夫妻關係上邊，喺教牧嘅夫妻關係上邊，我總共投資咗上9萬幾蚊。感謝主，好多牧者嘅夫婦，佢哋嘅靈命同埋婚姻都係得着更新，更加能夠成為教會嘅祝福。但係加新而家都面對一個好迫切嘅需要，就係我哋嘅教牧基金已經用晒㗎啦。我哋好需要大家嘅奉獻嘅支持，所以誠意邀請你5月3號星期六嚟參加加新嘅步行籌款嘅活動，我一齊攜手為到教牧基金去募款。我哋盼望能夠籌募到7萬加幣嘅款項，以至能夠有100對嘅教牧夫婦可以免費去到營會當中。佢哋嘅婚姻可以更新，佢嘅靈命可以繼續嘅去復興，所以邀請你而家就去到加拿大加新嘅官網 CFFC.ca 嗰度去報名參加，又或者即時嘅去奉獻去支持，哪怕係一杯涼水咁樣嘅愛心，都能夠溫暖教牧嘅夫婦們，讓佢哋願意繼續嘅委身，繼續嘅投身喺教會嘅服侍入邊，帶俾教會更加長遠嘅祝福。願神祝福你哋咁慷慨嘅奉獻。